如果你淨係識得 C 朗嘅話，就要 save 呢條片啦。今日繼續出片，我係阿我麥。係 Elsie。哈利簡尼獅子座喺32強嘅比賽入面，佢連入2球反級勝利。佢贏咗比賽之後，仲即刻衝上觀眾席揾佢老婆錫一大啖。贏咗比賽，仲贏埋老婆嘅歡心，簡直係好男人之數，邊粒聲？卡斯米魯雙魚座，佢呢啲男人啊正啦，成日喺 IG 嗰度 po 自己嘅仔女啦、老婆啦，安全感滿滿啊！仲有啊，佢生活嘅大小意事都要問過老婆噶喎，就連轉唔轉會都要問準老婆啊！講到好男人，一定要提到美斯啦。佢5歲就識佢老婆，9歲對人哋一見鐘情，仲講過話：我遲啲想你做我女朋友啊！一見鐘情嘅愛啊！就算美斯去咗外國追隨佢嘅足球夢，但係佢都不忘約定，2017年翻返去阿根廷娶佢嘅初戀情人，噔噔噔噔啊！球員偉唔偉大呢？可以用佢嘅球技同埋威水史咧，可以定義嘅。但喺我哋女人眼中，偉大嘅另一半咧就係要記得我哋食啲咩啦，中意做啲乜嘢啦，得閒帶我哋拍拖啦，總之咩都要記得。仲要啊喺你勝利啊、威水一陣好多錢嘅時候，都要不忘多謝你嘅另一半。咁史式自傳係點樣睇過嚟嘅呢？史詩式自傳就係話，其實所有平凡人都會有不平凡嘅自傳。你哋做嘅小事啦，生活嘅火花啦，好好咁愛自己嘅另一半咧，都已經好偉大噶啦！大家加場啦，最後一場記得買飛啦，記得買飛啦！